我為了你險些送了命，可你呢？你竟然要殺了我親娘！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半炷香，不知道孩子们得没得手。晋王放心，这些孩子都是咱们精心调教出来的一流高手，不会出什么差错的。武师傅，你扮起平西王侧妃，简直惟妙惟肖。哼，这世上除了缺胳膊少腿的残疾，就没有你武师傅扮演不了的人。倩影姑娘，你还是赶紧走吧，不要留在我琪儿身边了。若是被人发觉了，不仅会连累了我琪儿，还会伤害了姑娘的性命。不仅这扮相像，连声音和神态也一模一样。那我呢？我这石副将就不惟妙惟肖了？你呀，怕是连石秋红本人都分不出真假。太子不像易欢那丫头，每项技能都学得很到家。王妃，石将軍，叶师弟已經得手了，咱們可以出去了。侧王妃石将軍好。繼續巡視。你们进去取货吧，我和倩影守在这儿。好，多加小心。有机关，大家注意安全。好。
回去先解毒，再拿给你。好，走。有埋伏，我们中计了！快，围起来！爹，王府里好像有什么动静，不会是大师傅和太子遇到什么麻烦了吧？快撤！现在已经没动静了，可能碰到巡夜的了，已经解决了。啊，要不我进去看看？我们的任务是在府外接应，没有接到求救信号之前，千万不能轻举妄动，免得打乱计划。好。晋王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啊！吴三桂，你居然没有率兵出征！区区调虎離山之计，岂能瞞得过吴三桂？怎麼樣？你們是想束手就擒，還是想再負隅頑抗？哼！現在不是在空曠無垠的戰場上，今天你手下兵將雖然眾多，但想困住我們，沒那麼容易。衝出去！放箭！只许射腿脚，本王要抓活的。是。吴三桂拿进来！活捉他们，每人赏银千两。是。都给我住手！李定国、陈胜男，你们的武功就算再高，能敌得过本王的火槍隊嗎？吳三桂，今天算你贏了。你把他們全都放了，我留下來任你處置。我乃堂堂大明晉王，你把我押解誦經，交給康熙那個小皇帝，那可是一件天大的功勞，而且還可打消朝廷對你擁兵西南、伺機反叛的嫌疑。那本王要是不同意呢？那大不了，我們就拼個魚死網破。我臨死之前，一劍削去自己的面皮，那我這顆人頭可就不值錢了。就算你把我交給康熙，康熙也不會相信的。李定國，我才不會上你當呢。這前明晉王，哪有前明最後一個太子值錢呢？你若肯把你這個假兒子留給我，我或許還會考慮是否放了你。住手！还不让开！
你们可看清楚，这可是真的平西王侧妃，不是我们的人假扮的。爱妃，王爷，救我！李定国，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，你竟敢挟持本王爱妃！你们若敢动秦氏一根毫毛，尔等一个也休想活着离开这平西王府。吴三桂，17年前，我李定国亲手射杀了我的爱妻，更亲手射了我刚出生的女儿一劫。我犯下了人伦大罪，天下人人都可啐我李定国的脸，都可以骂我李定国一声猪狗不如，唯独你吴三桂没有这个资格，因为你引狼入室，屠戮同胞，你是我大明王朝的千古罪人。李定国，我不与你逞口舌之力，你快快放了我爱妃！吴三桂，你有种也学学我李定国猪狗不如，今天你也一箭射杀你的女人，这样我们这些大明遗臣就被斩草除根了。你以为我不敢？王爷，住手！父王，你要做什么？你难道真的要学李定国那样六亲不認，连我娘也要射杀了嗎？妻兒，妻兒，青陽，我對你一片痴心，我為了你，不惜挨了我父王50軍棍，我險些送了命。可你呢？你竟然要殺了我親娘！妻兒，你睜開眼看看，這就是你不惜犧牲一切的女人！你讓父王放下劍。好，我這就放下。但你必須過來，拿起槍，當着本王的面，一槍殺了這個無情無義的女人！不，青陽，我不想要你的命，你把我娘放了，換我來做你的人質，就讓我父王一劍殺了我好了。妻兒，糊塗！妻兒，你好糊塗，你快回到你父王的身邊去。我再說一遍，你放了我娘！妻兒，你瘋了，快退回來！妻兒，放了我娘！吴映琪，放了我女兒！放了我娘！爹，娘，女兒有一事相瞞。我和映琪一見鍾情，雖然彼此有緣無分，但卻在心中默許了終身。我不得已劫持你娘，我願拿我的命來賠你。不，千英，你犯糊塗啊！千英，我不要你的命，我只要你放了我娘，我也把你放了，我們一命換一命。琪兒，我爹不可能放了你娘，否則我們所有人都活不了。爹，娘，女兒不孝，先走一步。不，琪兒，琪兒，你放了我娘！吳三桂，你快放了我們，不然我就和你的兒子同歸於盡！王爺！吳三桂，現在你的女人和你的兒子都在我們的手上，我李定國一言九鼎，只要我們到了安全的地方，我會毫髮無損地把他們還給你。
讓他們走。王爺，走。撤！撤！爹，你有没有止血止痛的药啊？止血止痛的药，爹是有的，可是不能给这个小奸贼用。爹，可是他是为了女儿才受的伤啊！那是他活该。癞蛤蟆想吃天鵝肉，跟他爹一样色迷心窍。娘，你相公，晋王答应吴三桂，要保证他们母子平安的。晋王只是说要保他毫发无损，并没有说要帮他治伤止痛。爹，怎么了？我恨不得他的血流干而死，可惜啊，小伤死不了。千阳，我没事儿，我也不疼，你别担心。撤！千莹，人家平西王府的侧妃和二公子，平时山珍海味都吃得厌了，咱们这些带腥骚气的野味儿，人家怎么能看得上眼呢？大师父，他们母子和吴三桂不同，况且他们还救了我们的命。我们这样做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过分？千莹，你太善良，跟这种假仁假义的人相处，很容易上当受骗的。当年，要不是吴三桂用我妻女的性命要挟我，我也不会一箭射上楼的发起。父债子偿，没什么过分的。吴师傅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倩影，你难道忘了吗？你吴师傅全家老小是怎么死的？是吴三桂认贼作父，引清军入关，他们全死在清军手里。现在我打他儿子几下，难道过分吗？儿子！师傅，师傅，求你们不要再打我儿子，要打就打我吧。我叶明章，向来不打女人，但是你儿子我就没办法了。谁让他是吴三桂的儿子？那好。你骂吴三桂一句是畜生，是禽兽，是大汉奸，我就不打你。骂呀，骂吴三桂！师傅，爹，装什么英雄好汉？你们要打就打吧，就当是我替父王还债。还装深明大义。你就是这般乔模乔样的，把我女儿的心给骗了过来。你这狗杂种！真的！爹，您忘了，女儿的脸还是吴应奇给治好的。他若是真骗了女儿的心，女儿也心甘情愿被他骗。你，相公，到底骂还是不骂？骂吴三桂！不是，师傅们，你们若还想撒气，就冲倩影来吧。四师傅，吴师傅，
咱们辛苦了半夜，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会儿吧，保留一点体力。小子，今天我们暂且饶过你，但是你得给我记清楚，哪天我们几个手痒了，就有你好受的。我们大家吃饭吧。我没事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也不饿，都是我娘。娘也不饿，你不用担心我。快回去吃吧。